嗱，今日呢條片咧，其實我想咧係探討一下咧係中老年人嘅生活同埋佢哋嘅心態嚇。咁啊，如果你有一父母係大概50零歲以上嘅啦，同埋你自己本身嗰個 category，即係話50、60歲或者甚至乎更大年紀嘅，都好啱睇嘅嚇。咁啊，點解一般人咧覺得老人家咧係長氣嘅咧？咁我都好檢討自己嘅。喂，其實我自己係咪成日講重複嘅説話，同埋講嘢緩慢啊？係咪阻住啲後生仔啊？當討論嘢嘅時候，談論一啲嘅事嘅時候，其實老人家嗰種嘅長氣咧，其實係有個原因嘅。因為咧係老人家大部分嘅老人家咧都係冇耐性。點解會老人家會冇耐性咧？其實當人嗰個思維咧緩慢咗，同埋咧當人嗰個體力冇咁理想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就會好心急嘅嚇，即係樣嘢都好心急，心急想表達，好心急想行動，例如去攞一啲嘢啊，去做一啲嘢啊，都比較心急一啲。咁但係嗰個力量又減緩咗喎，於是乎佢咪有一啲好唔耐煩啊、好猛整啊、好長氣啊嗰種，或者係有啲嘢可能要依靠啲後生啲嘅人幫手啊。所以呢種性格咧就會慢慢 develop 咗出嚟㗎。咁所以即係我哋體諒下啲上一年紀嘅人係有呢種嘅狀況。第二咧就係佢哋好怕麻煩啲後生嘅兒女，因為點解啦？個個都好想自己能夠自我照顧嘅。我諗冇一個人咧係成日覺得係要人攙扶啊，要人幫手啊，要人哋係提攜啊咁樣，然後覺得會生活得好自然嘅嚇。咁好多人都好想獨立，包括老人家在內，佢都係好想獨立嘅。嗱，呢樣你又要明白點解會咁樣嚇？嗱，精神狀況裏邊咧，其實都係會有好大嘅開始轉變嘅。因為一個人如果譬如佢退咗休咁樣啦嚇，當50幾歲啊、60歲啊，或者有啲遲啲退休60幾歲退咗休啊。咁佢個社交圈子咧就會忽然之間改變咗啦，由返工變咗唔使返工，佢嗰個社群咧亦都會轉變咗啦，可能係多咗同隔離鄰舍啊，多咗去公園同啲咁上下年紀嘅人傾偈啊，多咗響餐廳嗰度過日子啊，多咗係一啲湊孫嘅時間，你亦都會有嚇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就會發覺咧，呢個咁嘅轉變咧，其實唔係一開始嘅時候就能夠適應嘅嚇。因為一個人忙開活動開嘅時候，佢覺得自己有用嘅時候，忽然之間好似投閒置散咁咧，其實都係唔係覺得好受。咁因為太多時間啦，而可能有啲人咧喺後生嘅時候佢冇 develop 自己一個興趣咧，有啲人就會有嘅嚇，譬如佢會種下花啊，養下魚啊，養下寵物啊，甚至乎中意行下街啊、遊覽啊、周圍去行山啊，都有嘅嚇。咁但係有啲真係冇嘅喎嚇，有啲真係冇嗜好嘅嚇，唔好講運動啦嚇，咁就連基本嘅上網啊，或者係睇電視啊，都開始即係冇乜興趣。於是乎咧，就會令到個人咧就會成個人緩慢咗，吽吽豆豆。咁呢啲我哋叫做社交失調咗。亦都有50、60歲嘅人咧，可能佢嘅父母都可能去80歲啊，或者70、80歲啊，有啲係親人離開咗啊，咁亦都會影響到佢情緒嘅。因為我哋呢個年紀冇咗父母嘅，就覺得自己係進咗階嘅啦嘛，即係話我哋已經係最老嗰批啦，喺屋企裏邊我哋已經係成為老人家啦。咁其實係有一個咁嘅心態啊，因為我哋再冇長輩去照顧啦，自己就好似就進入去俾人照顧嗰個狀態裏邊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又要留心當我哋嘅父母年長嘅時候咧，佢會有一個咁嘅時間適應嘅嚇。其實如果老人家有一種好規律嘅日子咧，其實都唔錯嘅，因為佢會定時定候知道自己去邊度啊，做啲乜嘢啊咁樣嘅嚇。咁但係好多人其實佢都冇嘅，佢就百無聊賴咁樣，即係渾渾噩噩咁樣過日子，每一日都係瞓完覺就等天光啊，天光完就等瞓覺啊咁樣，其實都係一啲咁嘅悶下嘅生活嚇，應該係咁樣講啦嚇。咁你知啊，後生嘅佢有佢自己嘅工作，亦都唔得閒陪你咁多，係咪？咁啊，亦都有一樣咧，就係老人家嘅口味咧就會改變嘅，好多時嚇，即係當我哋年紀大咗嘅時候，我哋食嘅嘢可能已經唔同咗後生嘅時候啦。我哋會食嘅量係少咗啦嚇，食嘅嘢要係健康咗啦，因為身體都可能出現一啲狀況啦嘛。於是乎口味嘅轉變，顧慮自己嘅身體啦，第一就係，亦都顧慮自己當個身體亦都係越嚟越差嘅時候咧，又驚住拖累咗後生嘅啦嚇，要人照顧啦咁樣。咁另一種狀況咁就好怕
同齡嘅呢個朋友去比較嘅，因為我哋都做咗差唔多一世人㗎啦嘛。咁好多時我哋都會比較我哋嘅成就啊，比較下啲兒女嘅成就啊，有陣時又會比較大家嘅狀況啊。咁其實咧都會令到我哋減少社交，因為好唔喜歡同人哋比較之下，我哋變得 inferior 咗。OK，你睇得唔夠豁達嘅時候，每一個人嘅際遇都唔同。哪怕我哋有陣時我哋嘅能力啊，我哋嘅才幹啊，甚至我哋學識都比其他人好。但係點知我哋嘅際遇唔好，或者我哋壯年嘅時候遇到一啲事幹，以致我哋可能俾人哋嘅狀況係差咗啦，無論身體啊，無論其他嘅嘢啊，都會有啲咁嘅情形嘅。OK，咁令到我哋咧係可能係好唔開心啊咁樣嚇。咁呢啲兒女都係要了解嘅。咁啊，最後一樣嘢就係學習能力咧，都係有關係嘅。如果一個上一年紀嘅人，佢不斷嘅學習，譬如佢對個科技嘅追求啊，佢對個手機啊，佢對電腦啊，佢對 AI 啊，亦都好感興趣，亦都追得貼個潮流嘅時候咧，嗱佢又唔會好悶㗎，因為佢好多資訊都可以上網揾到，而且網上邊都有好多虛擬嘅朋友嘅，其實 OK 搭下散啊，都係唔會休啲時間好難過嘅，所以上一年紀嘅人咧，都係要不斷嘅學習嘅，千祈唔好放棄學習嘅機會，唔好俾自己有一種咧跟唔上嗰種嘅諗法，覺得自己被淘汰 OK，覺得自己係已經冇用啊咁嘅，咁啊我哋仍然可以活得精彩嘅。嗱，今日咧我希望呢條片咧係幫到同年嘅老友記啦嚇，或者係我哋唔認老嘅，其實我哋活到老就學到老 OK， 其實就唔需要太懼怕嘅嚇。咁亦都係可以係同一啲後生仔多啲嘅交流，因為我發覺同後生仔交流得多嘅時候，我哋嘅速度啊，我哋嘅思維啊，亦都係會保持到嘅嚇。咁最緊要有適量嘅運動啦、活動啦嘅能力啦，保持住呢個狀態當我哋年長嘅時候咧，仍然可以活得開心快樂嘅嚇。祝福大家！